苗栗地区中央受到莫拉克风灾嘅影响，虽然讲对草案无稀释，亦有卡停地位，不过风灾带来嘅强阵风，还去开公馆风阻严重嘅落果，韩国开垦村一户人家无背后嘅泥沙就变下来嘅。 香港水天嘅國強風限係技術出，首先苗栗故港鄉多多嘅維修嘅樹本吹橫鐵，本來是因為台水首先跌過嘅風阻，就因為強風減損產生落果，本農民嘅損失很慘，而成風阻損失將佢4萬多。風台有冇跌起度？跌起度，一都是淹起來呀！啊，你說就按就憋嚟呀，就冇效嘅呀。我10點冇，你有點冇。 風災帶來嘅好雨，讓重新公館鄉開工村，而家面戶嘅後部嘅山派變成睇咗儀式工程，大量嘅泥沙將啲山派留下來，差點是將府 M 鐵，輔助東方大河是做啲歸rat歷年中。晚上3歲啊，輪流出來看就對了。輪流睡啊，係啊。輪流睡啊。 莫拉克風災行嘅速度當慢，雖然講苗栗天氣風浪雨要天天嘅穩定下來，不過呢下下望土地跑風險，但佢還係有落好大水嘅可能。 消防單位讓呼籲民眾出現嘅時節而多加注意，避免發生危險。下個新聞中熱鬧苗栗報道。